你收声，听
轻松的歌曲哈，跟咱观众朋友来做陪伴哦。谢谢丛林声哦。老师，咱今仔拢安排情歌对唱的呢。是啊。嘿，佫煞落安排第二首歌曲吼，是咱这个真爱无。其实吼，这个歌毋是咱安排。嘿哦。这个歌先是咱观众朋友点唱。是呢。啊，点唱时间到啊，就甲摆落去，摆落去，安尼。农民家己听的哦，吼。是，足够点的呢，这歌足轻松的。来，啊，感谢咱线顶已经咱原林的张大姐，也有咱青港大哥啊林炳妹姐姐、荔枝姐好哈，啊来宜良大哥大嫂、地震大哥、市场大哥、钟大哥，感谢咱这个王忠新大哥。sen树大哥、秋香姐姐、文忠大哥、国登大哥，谢谢咱的张大姐，感谢776、徐爸爸、徐妈妈，宜兰的郑大哥，咱中和林大姐，感谢您哦吼，啊，还有咱龙大师，谢谢木火大哥嘛真爽，台南的林大姐，谢谢咱的中信大哥、叶大哥、郑聪，感谢咱哦，啊，还有咱中勇会奖哦，谢谢文庆大哥吼，有快到哦，谢谢，来。安尼，即马来安排这首第二首的歌曲。观众朋友所喜爱点唱的歌曲，《真爱无价》。亲像一把火，永远温暖你心底。为你我心无反悔，生生世世对你陪。满天风有满天雪，寂寞的心有你陪。晚秀节，谢谢咱3787新朋友的掌声。亲像一把火，永远温暖你心底。为你我
龙大师、梅香姐姐、李兰春大哥，咱的总用会将金秀大哥、善树大哥，感谢恁满满的捧声。爱若亲像一朵花，永远温暖你心底。为你我心无反悔，生生世世对你陪。满天风，满天雪，寂寞的心有你陪。一生的情无空白，爱你今生今世，亲爱无价。谢谢我们的王文忠大哥，碗里面有大哥有大嫂，郑静安姐姐，李兰大哥大嫂，67333好朋友。真爱无价。哇，谢谢哈！啊，咱连续吼2首歌曲安尼，吼拢情歌对唱的吼。哦，感谢咱观众朋友准时收看咱的义大伴歌声。哦，这个时间啊，你就收看到咱的115台吼。啊，这个时间甲切开的时阵，拢总有阮两甲恁做陪伴。2首歌曲了后，即马要下咱观众朋友吼来做互动啊！哦，就是咱这个选歌的时间。今仔老师共我安排7首好听的歌曲。哇，头一首嘛是情歌对唱的哦吼，忧愁的牡丹。我在梦中有看见白色牡丹含带泪。来，第2首歌曲吼是咱这个星夜的离别。別れることは辛いけど仕方がないんだ君のため星影のワルツ星日的离别。好来，啊，老师，你这首要唱日语的吼，好来哦。第3首是咱的风水好野水。今夜又搁想袂开，用酒来伊目水。第4首歌曲《流浪之歌》。春也袂倒转来，日落黄昏时，流浪之歌。第6首，爱唔着人。爱唔着。因为感情下了伤重，输掉爱欠你一世人。心情的起起落落，到底到何时才行会完？爱唔着人。结果吼，第5首《南岛夜曲》是我讲唔对的，你排了对。南岛记厝，歌声满地顶，冬天风摇。来，安尼呢，今仔上尾啊这首足多人喜的，这较特殊一嘛，叫做《倒退路》哦。
拜车啦，拜车东海花，西海花，北个东无西无山啦，英国的出土炭啦，草山地底出温泉。嗷嗷嗷嗷！拜车你咧东呀变过咧东呀将啦，西呀变过咧西呀将哦，北呀东呀变东将。其实这首歌。已经咱有差不多5位观众朋友伫咧排队，伊讲有说介意这首歌的吼。讲七月时啊来唱一下这种歌咧。我见咱今仔观众朋友，听啦，安尼较灵啊。所以讲咱观众朋友今仔互恁来5点的啦吼，来还是排出来哦嘿。来，即摆要来拍开现场call in电话来8326317317。好，来电话即摆甲拍开。喂，你好，青港大哥好。哦。哦，我下开哈。好，平安，谢谢。哎，你好，康康。大家好啊。嘿，第7首倒退路。哦，来，谢谢康康，好。嗷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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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大姐，郭大姐好。你两个，我点第3首。好，我下开哈。风水。好，谢谢。水。啊，你好。喂，视唱歌好哈。好，来你讲。南都夜曲。好，我下开哈。好，谢谢视唱大哥哦哈。好，刚刚。来哟，秀美姐啊，阿美姐姐。你好，大家好。好。无困咁大路啊！哎呀，第7首啦。第7首有。第7首倒退路。好了，阿美姐姐哈 ，OK， 下开哈，谢谢。来哦，你好。嗨，你好。第2首哟。安尼啊，大哥，你过生下，咱无看到安尼跳掉去。啊，什么？哦，张大哥哦哈。好，张大哥，谢谢你了哈。好好 ，OK， 好好。移民大哥你好。我年轻人你好。我讲要第3首风水。哦，我下开哈。好 ，OK， 好。喂，你好。喂，你好。来，龙顺大哥好。南都呀姐。好，我下开哈。好，谢谢龙顺第哥哈。5首。好。金仔大哥你好。南都呀姐。好，金仔大哥哈，好下开哈，谢谢。喂，你好。你好。叶大哥。星夜的离别。星夜的离别哈，哦，我下开啊哈。好，平安哦哈。好。秀琴姐姐。你好。好，秀琴姐。听那个星夜离别。安尼哦，我下开哈。跟你老师好哦。人咧甲你问好哦哈，好，感谢秀琴姐哈。好。来，庄先生大苗栗哦。方明、嘉明2位主持人好。庄大哥好。我拜托你甲放倒退路。倒退路。我下开啊。好，谢谢庄先生哦哈。苏大姐。你好。你要听倒一首？第2首。好，我下开。哦，好，这是咱苏大姐啊。苏大姐啊，好，拜拜。阿朱怡。阿朱怡，你要听倒一首？我要听南都夜曲。第5首。好，我下开啊。好，谢谢你，谢谢。伊朗大哥。哎。阿嫂哟。我欧娘收到啊。欧娘到啊哈。谢谢。阿嫂，感谢你甲阮2个加油哈，谢谢哈。我要爱第2首。好，我下开哈。我是看见咯。哎啦，伊要唱日语的对，哈，好，谢谢。好，文清中永的讲好。好。哦好，我下开哈，好平安哦哈，好谢谢。来，文清哥好。方面啊。好。我讲啦，我要点歌啦，要大组的。什么？哦。好，安尼大哥。好不？安尼我给你下开好不好？好。好。
安尼我小姐甲你接落去吼，爱大哦嘿，你等下，来，小姐甲咱文清哥接落去，要甲我加油，谢谢你。哦，爱大的啦，谢谢哈，爱迄只鸟啊吼。来，阿欣姐，阿欣姐，你要爱倒一首啦。南岛也客。好，第5首。好，我下开，好，感谢阿欣姐哦哈，好，谢谢你，谢谢。哎，来那个文庆大哥，甲接落去啊。喂，你好。嘿嘿。欢迎啦。哦。我甲爸爸在加油哦。安尼哦，感谢你呢，你会走加油啊遐。嘿。哎呦，谢谢呢，阿文总嫂。我迄个大风大波的。我知吼，谢谢你啊嘿。啊，你要听倒一首？今仔要听倒一首歌？哦，要第5首歌吼。好。南岛也好，第5首歌吼。好，谢谢阮的文总嫂哦吼。哦，有甲阮加油哈，感谢你吼。来，破祝吴大哥你好。大家好。好啊，大哥。第5首南岛也客啦，我鸟有够啊哈。啊，会使鸟也嘛够啊遐。好，啊，感谢你哈，吴大哥，哈，谢谢，感谢，谢谢。来，江太太好。第4首遐。流浪之歌。我下开哈，好，谢谢。喂，你好，新朋友呢？你好，对，新朋友。嗨，你好哦。好喜欢你们了，我要点歌，点那个第7首。第7首哈。倒退路。啊，你几岁啊？小东城。陈小姐哈。好，我下凯哦嘿。好，谢谢你，谢谢。好，先这样哈，谢谢。感谢，谢谢。好。哎呦，阿朱阿姐。阿朱阿姐，我要来点第3条。好，我下凯哈。风吹雨也好 ，OK， 谢谢。好，拜拜。好。蔡妈妈。哟，2位好。要听倒一首？第5首。哦好，我下凯哈。南岛也好，蔡妈妈哈，来你好。喂。啊，陈妈妈好。哦。好到这大啦。好到这大啦。安尼吼，爱谢你哦，爱谢你。好，你怎么过一条？你老南岛也客。好，我下凯好。谢谢拜拜。好，谢谢陈妈妈好。喂，你好。来，这台南的陈大姐你好。陈大姐要听倒一首？好，倒一首。倒一首？第5首。好，第5首哈。哦。来，陈大姐哈，好，谢谢。来，以上哦吼，来，导播下来了吼，因为个时间到啊，已经超过3分钟啊吼。来，即马要来安排这首叫做《南岛夜曲》，这首歌放恁来甲咱献唱。啊，这首歌有足侪咱观众朋友甲咱点吼，啊，今仔点歌大家拢很踊跃，感谢你。啊，有线顶甲放恁加油的，谢谢。啊，嘛有甲我讲吼，恁迄只猫啊已经收到，阮的大肥猫啊吼收到啊，谢谢哈。来啊，如果观众朋友咱若讲吼，猫去恁兜，哎呦，啊那毋知讲，即只猫啊拆开的时阵吼，啊毋知要安怎用，无要紧吼，咱小姐线卡拢总伫咧甲恁做服务伫咧，吼，啊恁拢电话听我甲卡过来哦，嘿，谢谢。哇，导播胖见安尼，来，等下哦。写满家庭，冬天风摇，树冠手中停，故人温情，但听拍铃，无离君心。
南都夜曲。谢谢，感谢哇，感谢咱布袋邱大哥、市昌大哥、咱的金仔大哥、伊朗大哥大嫂，还有咱的尤大哥、尤大嫂、比华、酷酷姐、sen树大哥、剑山大哥、跟碧珠姐，哎呦，美艳姐姐在卡里拍棚啊，蔡妈妈，这个歌吼，问题是你咧唱。对啦，哎呀，啊小，讲啥物伊个信号纸当去？哎，我这边的信号。临时叫做这个。啊，你都较甲我唱你。人去，你看嘛，你咧唱的时阵，谱个声加遮济着，等下我来唱嘛，不一定遮济。无牛西马，无牛西马。因为这个歌吼，你查某囡仔咧唱吼，较有味道吗？啊，伊的这个气味，对无？较爱玩。是哦。对。哦，连青江大哥嘛拍谱啊，伊朗大哥大嫂、金仔大哥、吼邱大哥哦，谢谢咱徐爸爸、徐妈妈，咱的医兄吼，咱的董文明大哥，谢谢哈。来哦，观众朋友啊，昨吼，咱伫咧甲咱推荐的时阵，啊，都翕尾安尼长翕尾，吼，足有力草的翕尾吼。咱甲恁讲，直接讲歹势，吼，已经无啊，吼，已经截止啊。咱吼，毋是安尼尔，我阁吼刚超过，超过，结果是超过21，结果呢，我即马嘛阁咧想办法当中啦吼，所以讲观众朋友你若互阮来想一个办法，所以我今仔都无广告啊，无广告迄啊吼，迄只尾长，迄都无广告啊吼。什么时阵会阁卖？毋知影，因为这种物件哦，取得的时候真的不容易，可遇不可求，不容易吼，一定要积到一个量的时阵，才有法度落做吼。啊，所以讲观众朋友不要紧吼，安尼会较后摆有无？有啦，但是爱互恁等，等偌久不知道。但是今仔日吼，无要紧吼，这项无，咱有是一项今天首推的东西，要甲咱观众朋友来做分享哈，就是要互恁安尼吼，观众朋友啊，咱若热天的时阵，安尼一杯安尼冰冰凉凉、甜甜蜜蜜的物件，吼，安啉落是毋是真好？咱足济吼，咱在时代拢会知影讲，哇，厝内底煮卤啊，爱去买一寡呢冰饮料，饮料都有当时啊拢化学的啊，都无通遐尔好，对无？啊，咱当然是上界天然的上好，天然的什么上好？我感觉是蜂蜜上好。真济，你若捌听过芳玲讲，我芳玲自细汉就足爱食蜂蜜啊，所以讲我对蜂蜜非常的挑剔，一定爱安怎？一定爱零蜂蜜的，我才爱食。嘿，嘿，有我咧讲吼，零蜂蜜啊，有迄种特别的气口伫咧。是。吼，啊，你若是吼。零蜂蜜会当安怎呢？观众朋友，你知影讲蜂蜜伊本来就抗发炎啊嘛吼，啊是讲咱人啦食酒了后，吼，你要解酒，你著若有咧看韩剧，你就知，迄若老公回来啉甲酒醉的时阵，拢会去拿一个蜜茶互伊啉嘛。足理想。嘿啊，吼啊，所以讲吼，蜂蜜。大家拢知影，对，啊，蜂蜜呢，它也可以抗吼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较悬的人吼，啉一寡蜂蜜啊，尤其是会当保护心血管。足好的啦，咱在时代厝内底，大家应该每一年都会准备一下蜂蜜。是。芳玲今年甲恁准备的，我们首推哈，第一届推出的，因为足侪观众朋友伫咧问讲，芳玲啊，逐年啊，你讲你爱食蜂蜜着，你若无甲阮推出一个蜂蜜来，观众朋友，要互恁呢金牌哦，吼，芳玲吼，今仔甲恁推荐这罐是有金牌哈。是会使讲是全国上介好，这倒一粒内面上介好嘞，东山乡的最好，而且是咱坎顶山嘿啊，坎顶山上介好，因为吼，迄规山片几条山头拢总是灵应，所以讲吼，伊蜜蜂伫咧采收的时阵，免惊讲会去烧透人。分壳啊，西公无的，吼，迄大粒的零件，对，吼，啊，你知影讲蜂蜜遮尔好，而且观众朋友我推荐互恁的是无农药的残毒，无重金属的，吼，无抗生素，这有经过500几项的检验哦，吼，啊，咱无农药残毒，对，拢总 SGS 的哈，推荐互你，敢若凊彩一个蜂蜜，都是爱怎所有的，咱即个认证拢总爱坐到。100%的纯零蜂蜜的吼，观众朋友拢会去买的时阵，这一罐恁知影讲，若平常时啊咧买，一般的蜂蜜一罐吼
那无900块，无嘛爱800块。爱顺的哦，爱顺的啊吼。还有400-500种像这农药，这个残余的时爱检测。啊，我咧讲吼，正零硬币的气味应该是上介好。啊，咱今仔零硬币买回去的时阵吼，你会当浸蒜头，哦，人讲蒜头蜜，吼，也是讲浸蒜头蜜的抗发炎。嘿，啊，我咧讲哦，无但紧，咱搁会当浸啥？浸这叫做啊，这叫枸杞蜜。枸杞蜜。过目睭。嘿啦，啊那蒜头咧，人讲啊，提高免疫系统，足好诶。啊，那我拢无啦吼，我拢一般我拢直接体内自由基。直接吼泡咱这叫做啊，咱这柠檬蜜，啊无就蜂蜜泡尔。一罐即马特别优惠，互咱观众朋友哦吼。你若去买的时阵，咱这若是金牌正东山乡的零硬蜜，一罐拢爱超990块。义大破瓜声。嘿。当年我方宇给你拼一波钱，我咧讲，甲恁转囡仔，即马甲恁转囡仔哈。无纯退货唔免钱。好来哦吼，一罐单瓶我们是990块，990块哈。是。来，观众朋友，你莫甲我买一罐啊，你一届甲我买2罐哦吼。来买2瓶的话呢是多少啊？1980块。哦，1980块哈，咱才2罐1980块哦吼。即摆今仔甲咱购买，我们只有这档期而已哦吼。观众朋友，如果你要甲芳玲买零硬币，我们只有这档期而已吼。你若要搁等，爱等到明年卖完我就无爱搁等到明年哈。来，今仔甲咱购买的时阵，一罐999，买2瓶1980块。今天再加送2瓶，来，一盖4罐，4瓶2+2哈，1900偌济，1980块。来，即马吼，4罐哦，安尼上介俗啊哈。一罐价值要1000块味道，正顺的哦。4罐来4000块。内面拢有品质保证，拢有品质保证的。无大斤吼，观众朋友讲说啊，你迄有迄菜单无？来，今天吼，你若甲我购买的时阵吼，阮内底拢有教一个或者啊，要安怎使用蜂蜜的使用方式，要安怎浸吼，拢系安怎泡，安怎食？嘿，对，看你要安怎浸蒜头蜜的啦吼，枸杞蜜的，拢总甲你写伫遮哈。来，今仔拢总做登记，0800815181，0800815181，一组即摆卖2瓶1980块。无唔对。今仔日这2罐搁加送互你啦。来，0800815181，0800815181。今年我咧讲吼，观众朋友啊，咱来7月半伫要普渡的时阵吼，嘴较甜咧，吼甜甜蜜蜜吼，哎，好兄弟啊，替咱讲好话哈。来，0800815181，0800815181，买2瓶1980块，再加送2瓶，谢谢。来，0800815181，0800815181，谢谢。来。喂，阿娇啊，阿娇姐啊，你歹吼，好，甲你下开嘿，谢谢，好，谢谢您，谢谢。这边要2组。好，感谢哈，来电话咱即马开始卡，恁即马卡，因为咱广告时间有限，所以讲你卡开时阵吼，小姐会甲恁做安排哈。来，谢谢哈，谢谢，来，即马安尼哇，又搁满线呢。来，接啦吼，好，来，无要紧。来，我接啦吼，啊，你来处理啦，好，来。来，观众朋友啊，恁即马吼会当卡节目专线吼，节目专线，恁电话继续甲阮卡哈，你看嘛，绝对无遮尔优惠的。所以讲这个时间，恁电话爱赶紧甲举倒开始互恁抢哈，真的是要用抢的，因为呢，这档期我若无啊。恁可能在等，我们等明年。这拢都得甲恁交陪。真正是咧交陪啦。你外口市面上啦，阮这款蜜的这个品质就对啊啦。系。迄是讲迄超个吼价钱超过几啊百。喂，文静哥。阮不但这种交陪就对啦。好，谢谢，感谢哈，谢谢，好。你大人囡仔去有使用吼。对，好，来，老师你做准备，要唱倒一首啊？7月的离别哈。何时康的咯，我日子。好，来，老师唱歌的时阵，阿芳玲，我紧甲恁做服务哈，谢谢哦，嘿，谢谢。
に星影のワルツを歌おう冷たい心じゃないんだよ冷たい心じゃないんだよ今でも好きな死ぬほどに一緒になれる幸せを二人で夢見た微笑むら仮に星影のワルツを歌おうあんなに愛した中野にあんなに愛した中なのに涙がにじむ夜の春夜ならなんでどうしても言えないだろうな泣くだろうな別れに星影のワルツを歌おうろくれ色の幸せをろくれ色の幸せを今夜も星が降るような星影のワルツです。观众朋友，大家好，咱今天再次邀请咱青草达人黄教授来到现场。教授好。哎，你好呀，大家好。教授，哎，现代人吼，中风的啦，心肌梗塞的，包括讲安尼骹麻手臂的人，这尔济，哇，真正对饮食有关的呀。饮食哦。哎，对对对。譬如讲100个中风的，你甲看吼，有80个拢食油炒较济啦。哦，所以讲这饮食习惯啊，就会当影响到讲咱的身体状况咯。是是是。哦，安尼，如果若是安尼来讲，敢有什么物件会当甲做改善呢？哦，你譬如讲，这个油炒食伤济，中风不但对心脏吼，嘛影响到啊，会无力啦，会喘啦，心脏会加疼啦吼。所以我报人家大哥大嫂吼，大家甲注意一下，就食这个西藏的红景天啦。红景天对对对，是这个食吼，心脏有力，较袂安尼喘，袂安尼喘吼。你甲看，迄若要西藏游览佚佗，遐迄个导游都拢叫你食迄个红景天，袂用啉的哦，用鸟人入起来，叫你甲食，食那个佚佗，爬山，唔免行半路拢要昏昏去。哦，就缺氧的问题啊。所以你甲看到西藏吼，遐个人吼，哇，你甲看。大家啊，拢袂缺氧，因都有咧食这个红景天呐，因咧外号做
天树草，天树的青草啊，要互因的，互因服用啊。所以人住遐悬啦，没有缺氧啊。是啊，哦，佮无一个心脏的问题，哦，这就讲对心脏的啦。谢谢。红景天真正是好东西啦。是啦。哦，但是呢，观众朋友吼，你若伫咧选择的时阵，一定爱记咧哈，西藏的爱西藏的高海拔的。红景天上介好，世界品质认定的，认定的。啊，但是这个物件虽然认定的，但是愈来愈少啊。吼，所以讲咱观众朋友，你若讲买有机会，就甲买转来食，真正对咱的身体，尤其是这粒心脏、这粒莫大，哦，那呢安尼喘喘白白会刺刺会疼疼，甲这一阵啊，人加足轻松的。伊这个红景天，包括纳豆，包括像这个日本的像这 Q10 一个红曲，好，这针对来讲像咱这个血管。血路的时阵，不但要甲食，互伊血会清，气会顺，佮饱，佮再来是呢，佮咱公路甲伊修复，佮会软 Q 哦，则袂咧坎坎坷坷，佮而且佮会软 Q 有弹性，对，这就是呢头拄啊，咱教授伫咧讲，的，吼，啊唔通讲像这个，吼，啊都食这啊减这，吼，啊都顾着像这个血，啊无顾着血管。啊，佫嘛是病掉的。对啊，啊是讲长期都吼艰苦酸痛啦、寒啦，啊食药啊，我咧讲吼，药啊总是有副作用的。啊，咱若会当食天然的物件吼，无副作用啦，对吧？血啦通气就顺啦。对，通食不疼，疼食不通，是啊，这个原理。好，感谢哈。来，观众朋友，如果若无清楚、无了解，啊，讲线卡拢有小姐伫咧做服务哦，吼。好来。继续要来安排这首，今天真正是真侪咱观众朋友甲咱注文交代吼。啊来哦，这首是咱这个郑雄大哥阿春姐啊，啊，有咱阿梅姐、庄先生、陈小姐，啊，有康康书店的来倒退路。线卡我即马甲恁做服务哈，因为老师咧唱这首歌，这段时间我会线卡甲恁做服务，拄则咱电话卡无开，即马电话搁继续卡哈。继续卡，赶紧唱哦！我拄则咧讲，互你甜蜜蜜的啊！恁电话继续卡，谢谢。我咧出土炭啦，草山地家出温泉。拜车你咧东野边，我咧东野种啦；西野边，我咧西野种。哦，北野东野边中种，起向边一个9000、900、9万千。天天我咧出无灵，西那边的哦，西边啊，加路灵啦，加路灵，原来四月边。是假哦，比说是阮阿拉当咧翘翘是猪肉，世界的石头歌，白的是泥山。拜车你咧大时咧王爷公啦，小时咧王爷囝，我也不领车，你来了你。天顶天公地下文武广播，北海花有18王爷公哦。拜车，阮后生也爱无爱去咧，迄个查某囝，毋知有影也无影，有影就看三声哦。无影，风啊清的路，风清啊四个摆甲quỳ倒顶，红衣若无啦教人经，马车就脚蹄紧。三碗两碗做你摆我，严家讲搁咧你有来抬啦，无钱的我无后无红包大的做你来。有交代哦，叫阮麻雀仔啊，读个
查某囡仔吼，拿咧清气秀，好食，迄款的价钱佫无贵啊。啊，咱着加啊减啊加咯。哦，白加。阮安尼讲啊吼，伊讲你若如果吼不要用就对啊，到时阵嘛是烂掉伊啦。我咧二阿大啊，我跟你讲啊，会爬开甲你扛下骹。草埔马路上的草啊青青，草埔马路上的草啊挂起咧，以后的媳妇是三分烧，母后的媳妇是加路油，啊加路油，哎哟你都摇过桥咯。小钱去啊，现纸啊小钱是要买落去，现纸来你嘛小钱去啊，现纸啊小钱是要买落去，行你都行过桥咯。情啊骨路，也有一夜双有水，小酒摆你的囡仔怎现咯？安讲啊对人是真凊彩，行你都行，你都风过桥啊。马路上的草啊青青，草埔马路上的草啊挂起咧，以后的媳妇是三顿烧，母后的媳妇是加路油，啊加路油，摇你就摇过桥咯。小啊钱啊去啊，现纸啊小钱是加买落去，现纸来你嘛小钱去啊，现纸啊小钱是加买落去，行你都行，行到观音不做庙。起来拜拜哦！7月时拜观音佛祖，拜平安咯。这首就是咱观众朋友所点唱喜爱的歌，叫做《倒退路》啊。哇，真侪咱观众朋友喜爱吼，谢谢哈！来，感谢咱这个叶大哥、钟永业、蒋金安大哥，还有咱这个秀丁姐啊，吴太太、张大姐吼，还有咱阿梅姐姐吼。聪月大哥拢咧甲恁拍扑啊哦，谢谢，感谢叶大哥。来，观众朋友啊，咱还有一点钟的时间，咱今仔日甲咱推荐介绍的咱的蜂蜜哈，甜蜜蜜哦。今仔日特别这一档期，我们特别做优待哈，一罐990块，买2罐1980块。今仔日这一档期哈，我们的首推哈，一届就是要互咱观众朋友摕买2再加送2哈，一组。来，这1980块，原价4000块，超过4000块，吼！来，你看嘛，这安尼，这个天真正好物件，甲泡一杯蜂蜜柠檬，清凉佫退火，甜蜜蜜哈，而且佫美容养颜，真正有够好的啦！来，即马赶快甲敲咱的电话哈，0800815181，0800815181，即马是买2罐会介绍，再加送2瓶哦，吼！1980块，买到买2送2哈！来0800815181，今仔来讲吼，尤其是这7月半来要拜拜时阵，都导航的哈。
嚼甜蜜蜜，嚼甜蜜蜜哈。来，观众朋友啊，电话即马拢开始互恁看哈。大哥，咱的秋木大哥，谢谢你哈。来，0800815181，0800818581，我咧讲啦，那这个介绍绝对是上介俗啊啦。物件好。啊，搁刷落吼，观众朋友，阮这是正港东山的零英米的哦，而且拢有经过咱这无农药残留的啦，包括重金属的、抗生素，这拢检查过啊。当季的，今年哈，今年开出的品哈，上哈，对。来，0800815181，0800815181，老师拢总到接。啊，我吼来。我这哪讲者啊？观众朋友嘛有咧问，问讲我说啊，你鸵鸟精啊，鸵鸟精有咧卖无？有啦，我是这两天啊无讲尔嘿。来，阮的龟乳鸵鸟精，你若要甲阮注文交代时阵，你要蜂蜜吼，细组3个月份2980块，啊大组吼，大组的呢5960块，提7个月份2年哈。来，0800815181，0800815181，新朋友，这个时间，哇！阮拢先甲你留电话尔哈，等下吼，才甲你回拨豆甲你问自己念好清楚，安尼好无？来哦，0800815181，0800815181，谢谢。我先接一个电话。来，喂，苏成大哥遐。小弟我问。安尼，接去啊吼，哇，规个拢乱码去安尼，哇，满线吼。来，观众朋友，恁若卡开，尤其是新朋友卡开的时阵吼。恁一定爱加量一时啊，莫量2-3成，安尼无人接，因为线顶拢总满线的时间，所以呢，一定爱互恁观众朋友等一时间的吼。来，A酱，总用 A酱，你要爱吼，你要，嘿，来大哥，你即摆要爱蜂蜜吗？哦好，啊，毋是无我等下再我，安尼我等下，你要请教，等下咱落节目我来问哦吼。你要爱面吼。好来。嘿，这我来讲吼，好，来，我这边我做生理者，吼，这个时间如果你若是讲吼，有产品的问题，我今咱小等落节目了后，我有2点钟有伫线卡你豆啊问，这个时间互你电话卡会开，吼，莫互咱观众朋友电话卡袂开哦，吼，谢谢，来，电话拢总甲卡互通，喂，你好，我来导播爱到接，喂，你好，喂，阿姐你要爱吼，你买什么？嘿，好，零精品啦，嘿，是，买2瓶送2瓶啊。而且，咱这个每一罐吼，东山啊，你有看到无？我有拍你出来，我有东山乡的哦吼。义大盘歌声，东山的。咱这新天地电视台，对，吼115台，这品质保证的，吼。啊，你买这款蜜咧食安怎？大家拢了解，吼。除了会生长止咳以外，食了皮肤会水，吼，佮而且佮清咱北内的身的这个毒素，吼。来，电话继续卡哈，谢谢。佮咱预防啥？会当预防一寡咱的口腔的一寡叫这吼疾病就对。啊，你若病，吼，若讲热天时啊，对无？都像柠檬汁啦，透鼻就上赞啦，对无？有真济吼透这个味的真好食的物件，包括像这个青菜啦、水果啦，吼像这个若讲这个细胞若较无遐好就对无吼。听讲这个蜜啦，来改啥？来改温做这个咱的白萝卜、菜头，吼，安尼你吃的时讲对像这个细胞型的真好安尼，吼，嘿，来像这款像这边主是重点啦，吼，这一罐1000外块的蜜，吼，真正纯食的，吼，这你若如果买着，你去互内行看。那如果来讲有掺吼，这个其他的吼，这苹果啊啥，还是个试的，迄就无共款啦，试糖的就无共款啦，吼。所以讲你即摆都公司咧犹太当中这个交倍吼，这一罐1000外块，才卖你偌济？卖你无500块哈。对。4罐一组，嘿，4瓶一组哦。 80块吼，好，谢谢。赶紧电话，赶紧甲来电话，赶紧甲卡哈，来08008151810800，来，谢谢，刷卡我继续做服务，谢谢。